喺買卡選購嘅每一部二手車，我哋都會要求客人聘請第三方公證行驗車，以確保公正性，保證機件波箱運作正常，冇帶撞、冇水浸、冇駁頭駁尾，否則全數退還訂金，等你可以買得安心又放心。睇啱架車，但係價錢仲爭少少。買卡網頁有免費新功能，只要你喺車盤入面點擊減價偵測，部車一減價，系統就會自動 WhatsApp 通知你。喺買卡買筍車就係咁簡單。每一位選擇買卡嘅顧客，由買車、驗車、銀行上會，以至運輸處嘅留套牌、過戶等等嘅繁複手續，我哋都會安排1對1嘅專業銷售顧問，貼心跟進整個交收流程，仲可以 trade in 埋你部舊車添。我哋喺九龍同新界都設有門店，等你可以有舒適嘅環境、充足嘅光線，睇清楚架車嘅每一個細節。另外，我哋仲設有2個自己嘅汽車美容部，會幫你全車內籠清潔吸塵、霧化消毒、全車打蠟等等。等我哋執到架車立令先交俾你，咁你就可以安在家中等收你部靚車啦。我哋擁有超過10年二手車買賣嘅經驗，已經成交接近1萬部二手車。當然知道每一位顧客最想得到既專業又貼心嘅服務，所以嚟買卡買車一定係你嘅不二之選。